Hello，大家好，又係 RA 波馬中橫嘅時段。世界馬壇嘅焦點由8月份又會開始落返喺呢個皇家雅士谷馬場嘅身上。色價杯將會喺呢個8月8日隆重登場。咁呢個賽事啦，就已經承辦咗25年㗎啦。咁今次呢，亦都係香港呢將會第一次派隊呢參加比賽嘅。咁啦，色價杯咧就有別於唔同嘅國際賽事嘅，咁咧佢哋係一個團隊嘅賽事啦。咁平日慣咗單打獨鬥嘅騎師咧，咁除咗要發揮出佢哋精湛嘅騎技之外咧，仲要咧為自己嘅隊伍爭取分數，而先至可以奪得個殊榮嘅。咁咧舉個例啦，就好似咧高爾夫球萊德杯咁樣啊，歐洲隊同美國隊咁。佢哋個別都有好多好出色嘅高爾夫球手啦，咁啊亦都係要喺個比賽入邊咧表現出自己好嘅成績，去為個團隊而係爭光嘅。8月8日晚，色價杯賽馬日6場賽事，頭場開跑時間將會係8點35分。咁今屆呢，香港賽馬會呢就首設咗呢個香港隊，就3位猛將。何隊長嘅何澤堯、周俊樂同霍宏勝參戰，去迎戰世界隊、歐洲隊同埋英國及愛爾蘭隊嘅。全晚呢，計分方面，全晚呢6場賽事得到最高分數嘅隊伍就可以勝出呢個歷史悠久嘅騎師隊際賽嘅錦標。咁亦都同時啦，會有一個叫銀馬鞍獎嘅，就會頒發俾呢全晚得分最高嘅騎師嘅。首先講下世界隊先啦。咁世界隊呢，今次個隊長呢，就呢個女騎師苗健美，我諗相信香港好多馬迷都識佢噶啦。咁最出名啦，就上年年底火拍一半熟理就首次贏得呢個墨爾本杯，係繼呢個呢佩尼之後啊，第二位騎師呢勝出呢個墨爾本杯賽事嘅。咁另外一位啦，有一位有印度魔術手之稱嘅印度一哥啊，納伊度。咁亦都係呢個世界隊嘅成員之一嘅。今年呢個元旦日賽事呢，佢喺印度嗰邊呢就6出6捷一個輝煌成績。咁呢亦都係上年呢係以亞洲隊隊長嘅身份呢贏出呢個色價杯嘅隊際賽嘅。咁其中一位成員啦，我諗相信香港好多好多嘅馬迷啊都會熟悉嘅，就係57歲嘅日本殿堂級騎師武豐。咁佢今年呢，就憑住騎呢個幸運銀幣同埋呢個名將田園啊，贏出咗呢個安田紀念賽同埋寶塚紀念賽，就成為咗日本賽馬史上最年長嘅一位一級賽騎師。咁佢亦都接受咗日本賽馬記者嘅訪問啦。咁亦都講啦。其實年齡真係唔係問題嘅，咁呢，就亦都自認自己仍然喺高峰，係相當 fit 嘅，咁所以今次世界隊個陣容呢，我覺得都相當之強勁嘅。咁至於歐洲隊嘅陣容方面啦，咁呢，今次呢，就由呢位呢，上年呢係以91 win 贏出咗日本 JRA 冠軍騎師嘅隊長李慕華，一位法國騎師呢，就帶領嘅。而佢今年呢個成績都相當之好啊，就贏出咗3場嘅一級賽，喺歐洲作戰呢就經驗豐富啦。而佢今次嘅隊友呢，呢個法國女騎師溫羅呢，咁呢上屆呢亦都係協助咗呢個2024啊，sorry，我講翻正先，應該係2024年呢，亦都協助咗呢當年嘅女子隊啊，奪得呢個色價杯嘅女子隊，而奪得呢個女子隊嘅冠軍。嗱，我講翻先，因為呢今年呢係應該係冇咗呢個女子隊嘅參賽，咁所以呢。就佢哋歐洲隊啊、世界隊啊，甚至乎英國及愛爾蘭隊呢，佢哋係會男女子混合賽咁樣嘅。好啦，咁另外一位呢，就係韋秀基啦。呢一位呢，係喺挪威，呢位挪威嘅新秀啦，咁樣咁就呢位女將呢，曾經亦都透露啦，參加色價杯呢，亦都係佢兒時嘅夢想嚟嘅。今次夢想成真，佢一定會全力拼搏。咁就呢個就係歐洲隊嘅陣容。至於英國及愛爾蘭隊，咁佢哋今年嘅隊長呢，就由近期炙手可熱呢一位24歲嘅女將奧船碧擔任。咁呢位女將呢，今年呢，其實佢真係相當之犀利啊！咁佢喺呢個英國錦標賽馬日裏面呢，就完成咗帽子戲法，贏出3場嘅頭馬賽事。
咁喺最近期嘅古活賽期咧，策騎呢個餘輝號召同埋呢個銀鏡麗湖亦都兩度交出頭馬，狀態咧就真係 fit 到不得了啦。咁咧，其實喺我哋大約4日之前收到嘅消息咧，當其時英國及愛爾蘭隊咧，除咗呢位奧船碧嘅隊長之外咧，其餘嗰兩位嘅陣容咧，其實都仲未肯定嘅。咁但係近日啦，亦都已經收到佢哋嘅最新嘅消息啦。咁其中一位成員呢，我諗相信呢都係大家相當之熟悉嘅，就係天下第一高手莫亞啦。咁啊，呢位騎師就唔使多講啦。啊，喺近期嚟講，佢啊多次贏出國際一級賽，咁亦都係喺原來上一次咧喺色甲杯嘅賽事呢，佢出戰嘅時候呢已經要數翻到去2006年啦。當其時咧，佢就兩奪頭馬，亦都奪得當屆2006年呢個色甲杯入邊嘅銀馬鞍獎啊，即係話銀馬鞍獎頭先都講過啦，呢個獎項咧係頒俾咧當日係取得最多頭馬騎師嘅。咁好啦，到最後一個席位啦，咁結果呢，亦都喜出望外啦嚇。咁啊，香港好多馬迷都熟悉佢嘅。咁啊，呢一位呢，就係今年嚟過香港客串23歲嘅愛爾蘭籍騎師麥文堅。咁呢位冠軍呢位愛爾蘭冠軍騎師呢，喺呢個2005年啱啱去季啊，2005年應該係2005年嘅愛爾蘭冠軍騎師呢。咁其實呢，喺2021年同2022年嘅時候呢，佢都已經曾經勇奪咗呢個愛爾蘭嘅冠軍見習生㗎啦。咁啦，麥文堅啊，唔使多講啦，佢曾經都贏過唔少國際嘅一級大賽，包括愛爾蘭國家錦標、柏林大賽同埋美國育馬者草地大賽。咁我諗相信實力方面係不容懷疑嘅。咁呢，我覺得呢，英國及愛爾蘭隊其實今年個陣容呢，真係喺呢幾支嘅即係騎師隊伍入邊呢，都算係可以話係高手林立啦。今次嘅杯賽合共有6場賽事，分別為呢個短途賽、長途賽、挑戰賽、3歲短途賽同埋呢個經典賽，同埋最後一場嘅一哩賽嘅。咁嗱，每場馬啦就出馬上限就為10匹，咁其中呢3歲嘅短途賽同埋經典賽呢，就只係限3歲馬參加嘅啫。咁所有馬匹啦隨機配對，就好似我哋香港浪琴國際騎師邀請賽一樣，都係不設強弱之分嘅。咁啊，睇下隨機睇下點樣抽法啦。咁而賽事呢，就設定為第2同第3班賽。咁條件呢，將設定為英國評分最高嘅95分至到105分嘅馬匹參加。咁啦，今年呢就好得意啦，為咗增加呢個馬主參加嘅賽事嘅意願呢，賽日呢就會有補貼嘅，包括馬主可以免費入場啦，後備未能補上馬匹嘅補貼及所有馬匹參與賽事嘅都均有呢個獎金派俾到嘅。今年嘅色甲杯其實同過去都係一樣，咁有6場賽事啦。咁每場跑入前5名嘅騎師呢，其實都可以為到佢哋嘅隊伍爭取到分數嘅。咁計分方面就係冠軍15分，亞軍10分，季軍7分，殿軍即係跑第4嘅就5分，第5名呢就有3分嘅。累積分數最高嘅隊伍呢，就會即刻成為咗色甲杯嘅隊際冠軍㗎啦。嗱，再講多少少啦。咁本屆嘅賽事，香港賽馬會派出嘅香港隊呢，其實係代替咗過去嘅亞洲隊嘅。咁將會同其他嘅3支隊伍啦，包括呢個英國及愛爾蘭隊啦、歐洲隊咧同世界騎師隊對戰嘅。咁佢哋嘅邀請呢，都係由呢個皇家雅士谷馬場發出啦。咁騎師呢，其實係根據翻佢哋嘅根據地而決定嘅。所以點解我哋睇到霍宏星呢？佢係一個南非騎師，但係因為佢嘅根據地咧就喺香港啊，咁所以佢哋都可以代表咗香港隊出賽嘅。咁啊，仲有個有趣嘅地方啦，當日嘅賽事呢，其實參賽嘅騎師就並非着翻呢原裝嗰個馬主俾嘅彩衣嘅，騎師呢就係會披上佢哋個隊際彩衣，例如好似我哋睇到香港隊咁樣啦。咁同一個隊伍嘅彩衣呢，顏色呢就會有相同嘅話呢，咁喺設計上面呢，就可能會有分別，譬如可能白帽啊、黃帽啊、紅帽啊咁樣，咁佢代表咗佢哋嘅分別到佢哋嘅唔同所策騎嘅馬匹嘅。好啦，講咗一輪吹水嘢之後呢，又嚟到俾心水嘅時間啦。
今次咧就會介紹3場賽事，咁啊俾3匹馬大家參考一下啦。咁第一匹咧就係 S1 第3場跑呢個2400米嘅呢個色價挑戰杯啊。咁就我介紹嘅馬匹咧就係4號呢一匹成夜風。咁呢一匹成夜風呢匹馬咧就係由呢個英國嘅練馬師韋爾謙訓練。咁呢匹6歲馬咧，今個夏季其實開始咧表現咧都係相當之穩定同埋非常之勇啊個狀態。咁喺2026年4場嘅草地中長途賽事入邊咧，佢分別喺古活啦、新市場啦、葉森馬場咧取得1冠1亞2季嘅亮麗成績。咁特別好似而家我哋睇到呢段片咁啦，4月28日葉森嘅一場2400米賽事。咁騎師就係黎應陽啦，呢位愛爾蘭騎師啦。咁咧就表現相當之出色啦，喺外碟一衝而過，咁啊贏得相當之輕鬆嘅。呢匹馬咧，即使依家由3班升到上2班角逐咧，狀態係依然保持得非常之持久同非常之穩定。咁現時嚟講咧，佢個賠率咧喺我就睇英國嗰邊啲賠率啦，咁就暫時咧都係大熱門嚟嘅。咁我就睇下呢一匹成夜風可唔可以能夠可以再次贏多一場啦。嚟緊嘅下一場賽事就係 S1 第4場嘅，應該係啦，我睇翻應該係 S1 第4場嘅。呢個短途3歲嘅短途錦標賽啊，色價杯3歲短途錦標賽。咁咧，我介紹嘅一匹馬咧，好開心啊！我介紹到香港隊騎師騎嘅馬。咁呢一匹咧就係9號馬嘅風雷高令 Thunder Call。咁呢隻馬咧就係由呢個英國著名嘅練馬師啦希國斯咁訓練嘅。呢匹3歲紅馬喺2026年入邊咧表現得非常之出色。咁跑短途綠化廊即係1200米嘅賽事咧，時時都表現得個後勁相當之好嘅。咁喺佢2026年三場嘅賽事入邊咧，分別都取得兩冠1季啦。咁樣就分別喺新市場啦、約克嘅草地賽啦，同埋金頓園嘅膠沙地咧，即係2種場地咧，佢跑1200米咧個表現都係好穩定嘅。咁特別啦，喺我哋而家睇緊呢段片呢一場6月13日喺約克一場22匹馬大型賽事入邊咧，咁啊突圍而出，咁展現出強勁嘅後勁。咁當其時嘅騎師咧就係盧良棟啊。咁盧良棟咧，我諗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啦。你係我哋以前我哋成日喺收音機會聽到，或者可能會喺電視節目聽到叫阿德叔嘅盧愛德嘅仔仔嚟嘅。咁咧，目前呢匹馬咧喺英國嗰邊咧就評分不斷上升，而且係近期咧3歲短途賽之中咧值得非常之留意嘅馬匹嚟嘅。咁睇翻賠率啦，咁現時佢喺英國嗰邊咧係大熱門嚟嘅。咁就所以我都覺得呢一匹，尤其是俾阿周俊樂今次騎咧，我都好希望可以為香港隊贏翻一場賽事，攞到分數，兼且可能可以捧埋隊際賽約杯冠軍啦。好啦，嚟緊第3匹介紹嘅賽事咧，就係呢個 S1 第5場呢個色價杯經典賽。咁就我介紹嘅馬匹咧，就係6號馬呢匹咧，御不思篇。咁呢匹馬咧就英國練馬師向禮倫訓練嘅。咁喺呢個近期咧，今年咧佢喺個英國平地賽事裏面咧都表現得相當之出色嘅。咁我就曾經睇過啦，佢喺7月18日咧，唐加士打嘅一場3歲羊賽，一場2400米嘅3歲羊賽。咁佢跑嘅時候有一鼓作氣咁衝上嚟咧，就連贏4個馬位。咁睇到咧，佢嘅後勁都相當之犀利嘅。咁因為冇辦法啦，後尾都睇唔，因為冇辦法再攞翻 download 佢呢段片出嚟俾大家睇啊。咁所以咧就唯有咧攞翻咧佢喺近2仗啦，有一場喺唐加士打sorry 喺呢個梳士巴利跑嗰場咧2400米嘅賽事啊。咁佢嗰場咧就跑入亞軍嘅。咁亦都表現得相當之好啦，馬匹其實都好有鬥心。咁但係好可惜，因為當其時嘅狀態咧，未必係去到最巔峰嘅水準，咁所以鬥到最後咧都有少少腳軟，咁啊收慢咗，咁啊過終點。咁就其實咧喺嗰一場賽事咧，都係睇得到隻馬嘅狀態開始翻緊嚟㗎啦。咁今次咧講翻色價杯啦，咁今次咧喺色價杯經典賽咧，佢就抽到咧就配日本騎神武豐嘅。咁所以咧
起初嘅時候未，其實呢匹馬咧起初嗰陣咧未配騎師嗰陣咧，佢係屬於頭3名嘅熱門嚟嘅，但係一配唔知點解嚇，一配咗冇風之後咧，就即刻變咗12倍，咁啊變咗半冷啦，半冷門嘅馬匹啦。咁但係咧，依然我覺得咧呢匹馬咧跑翻皇家雅士谷咧，以佢咁強勁嘅後勁咧，係應該點樣都跑入到一席嘅。咁所以呢一匹咧，如不詩篇咧，亦都係我呢一場 S1 第5場嘅心水推介。好啦，總結一下我哋今次嘅心水，我哋今次提供嘅3匹馬，第一匹咧就係 S1 第3場嘅夜成風。咁呢匹馬頭先都講過啦，咁啊係一匹路程相當之啱2400米賽事嘅賽區嚟嘅。咁既然上嗰次個表現咁好，今次又配上麥文堅，咁我覺得呢一場馬呢係應該係 win pay 之選嚟嘅。咁啊，第二匹介紹嘅馬啦，就係 S1 第4場9號馬嘅風雷高令。咁短途賽事，再加上我哋香港最出色嘅騎師啊，今年嘅告東尼獎嘅得主周俊樂上陣策騎，咁亦都係現時嘅大熱門，表現亦都相當之越嚟越出色嘅呢匹3歲馬。咁我覺得呢一匹亦都係應該係今次賽事成個賽期裏邊嘅一匹重心之選。咁至於第3匹啦 ，S1 第5場6號馬如不詩篇。咁初嗰陣呢，我都講過，初嗰陣因為未知係配邊個騎師，咁所以呢，其實我都覺得佢係我嘅首選嚟嘅。咁依家配咗冇風，嗱我就唔係話寶豐騎得唔好，咁希望佢嘅經驗能夠可以真係可以搭夠，咁可以令到呢匹馬呢發揮得最佳嘅表現啦。咁佢都係我嘅半冷嘅心水啦，OK 啦。咁今次嘅賽事心水推介就係呢3匹，就係咁多。好啦，嚟到節目嘅尾聲啦，都係多謝大家啦。咁希望大家多啲 subscribe、like 同 share 我呢個節目。咁一個人做片真係唔容易，又要剪片，又要做資料搜集，又要旁白。咁好多時有啲嘢可能會有甩漏嘅，咁啊希望各位多多包涵。咁多俾多啲意見，咁我會繼續改進同埋改善嘅。咁好啦，今集嘅時間就係咁多。咁就下一次呢，就將會係呢，應該係會講係8月21號英超嘅開鑼日噶啦。咁到其時睇下揀翻2場心水同大家傾下啦。咁 OK，今次節目時間係咁多，我哋下次再見，拜拜。